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巴黎奥运剩一礼拜要起过。伫17日时，有一只车是弄入去巴黎北边一间咖啡厅，有造成1个人死亡，6个人受伤。刚刚有一个嫌犯讲要威胁奥运的团庆会，即马伊已经被抓到。当地政府嘛表示，会加强设立好开幕式的维安。 一台车伫巴黎北边10区冲撞一间露天咖啡厅，造成死伤。伤者当中有人正严重。警方表示，驾驶肇事逃走，在顶开对闸。案发的时阵，车内有一个乘客酒测、毒测拢无过，这个乘客无受伤。 迄一天，警方搁伫法国东部掠一个疑似新纳粹支持者，搁经营社群媒体疑似拍算针对奥运盛会团结入手，发出死亡威胁、受婚言论等。因为巴黎奥运得要到啊，加上前几天美国前总统川普暗杀未遂事件，法国当局伫维安方面维持高度戒备状态。Nous avons donc 45 000 policiers et gendarmes qui sont désormais à Paris. Je pense que cela se voit pour les Parisiens, ce qui fait l'effondrement d'ailleurs de la délinquance à 1900 renforts étrangers. Nous avons pu saluer ici, qui viennent de 42 pays, qui concourent donc. 当局表示，可另外部署1万的军力伫巴黎街路甲各区巡逻。目前伫开幕式维安方面无接到特别的威胁证据，暗过保持警戒。1万号份的开幕典礼，数部前地无伫体育场内底举办，之后差不多1万个选手坐船游行塞纳河6公里，也因为范围更较大，一个赴北法的专业特种人员组成阵容部队，已经部署安全任务15天，按照到开幕这一天做个上大规模安全行动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编译。